歡迎光臨荔景站，以下係使用引導徑前往客務中心、入閘機、月台及無障礙洗手間嘅路線指引。如要前往客務中心，請於閣下現時身處位置右轉，沿引導徑前行至第一個分叉口右轉，然後一直前行至樓梯。落樓梯後，沿引導徑前行至第三個分叉口左轉，然後前行，便可到達客務中心。如要前往入閘機，請於閣下現時身處位置右轉，沿引導徑前行至第一個分叉口右轉，然後一直前行至樓梯。落樓梯後，沿引導徑前行至第一個分叉口左轉，然後一直前行，便可到達入閘機。如選擇使用樓梯前往中環方向之月台或香港方向之月台，請於入閘後沿引導徑前行至第一個分叉口右轉，然後前行至第二個分叉口左轉，再前行至第三個分叉口左轉，然後前行至盡頭，便可到達通往月台之樓梯。到達月台後，左邊為往香港方向之月台，右邊為往中環方向之月台。如選擇使用升降機前往中環方向之月台或香港方向之月台，請於入閘後沿引導徑前行至第一個分叉口左轉，然後前行至盡頭，便可到達通往月台之升降機。到達月台後，前方為往中環方向之月台，後方為往香港方向之月台。如選擇使用樓梯前往荃灣方向之月台或東涌方向之月台，請於入閘後沿引導徑前行至第一個分叉口右轉，然後前行至第二個分叉口左轉，再一直前行至第四個分叉口左轉，然後前行至盡頭，便可到達通往月台之樓梯。到達月台後，左邊為往荃灣方向之月台，右邊為往東涌方向之月台。如選擇使用升降機前往荃灣方向之月台或東涌方向之月台，請於入閘後沿引導徑前行至第一個分叉口右轉，然後前行至第三個分叉口左轉，再前行至第四個分叉口右轉，然後前行至盡頭，便可到達通往月台之升降機。到達月台後，左邊為往荃灣方向之月台，右邊為往東涌方向之月台。如要前往無障礙洗手間，請於入閘後沿引導徑前行至第一個分叉口右轉，然後前行至第二個分叉口左轉，再一直前行，便可到達無障礙洗手間。